拔系主把义，自己的利益。拔系是唯一，只为自己的利益。主把是完成实现，做，只完成自己的利益。这个拔系就成了形容这个做了，只做只完成自己的事情。这个群咱们不是说吗？事情、义、境界、利益，你也可以说只完成自己的事情，这都能说通。然后呢，加个的，只完成自己事情的主把就是只完成自己事情的。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这个迷，这是整个前边，这是一个完整句子，只完成自己事情的人，然后呢，堂就是和这个人干什么，后边动词就是着巴，就是交朋友，这就是互动动词，要求要和谁就在堂前边，和这只顾自己的人交朋友。然后素以就是素是谁，以是句格，这个谁就做主语，谁后边谓语女语，能够，谁能呢？还有一个意思是敢不敢？我能做这个，我敢做这个，能做就是敢做。这个谁敢交朋友？和谁交朋友呢？和前边这个句子，和只完成自己事情的人，交朋友。实际上这个女还有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愿意的意思，谁愿意和他交朋友？这个到时候你译的时候呢，你去体会他这个意思就清楚了。好，咱们读一遍啊。让君拔系主把义，让君拔系主把义，让君拔系主把义，让君拔系主把义。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迷汤卓巴日苏以女。下边一句，吕汤这辈加切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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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就是灰尘，和灰尘这吧混在一起，相混，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加铁，切是粉末就是粉末状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粉末，铁粉末，那么就是门，就是说很多，和灰尘混在一起的铁粉。克人多以人把日谢，克人多以人把日谢，克人多以人把日谢，克人多以人把日谢。克是针线的针，人是取，夺是石头，取真石就是吸铁石，磁石，取真石，咱们汉地俗话叫吸铁石，跟他那个意思一样，对，他具体一点，咱们抽象一点，磁石。说以就是句格，用吸铁石不是用磁石，人把谢，谢是知道是吧？知道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知道就是会就是能，这个知道这个词儿知道有精通会能这个意思。用这个磁石呢，能够取出来，用磁石能够取出来。你看这个句子很简单吧？就是语法现象都是躺了，咱们就那个不讲了啊，咱们来读一读。
这新的词汇，这个像这个谢呢，就是记住它你知道就是会，会就是能，哎，它有这些意思。译的时候呢，可以往这方面来这个发展。好，咱们来读一读啊。吕唐这辈驾切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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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多伊人巴尔谢，克林多伊人巴尔谢，克林多伊人巴尔谢，克林多伊人巴尔谢。啊，这都是萨迦格言，你看一溜后边都是仨，又一个萨迦格言啊，是伦包让堂群贝嘎，伦包让堂群贝嘎，伦包让堂群贝嘎，伦包让堂群贝嘎。伦包是愚者，哎，笨蛋，让堂和自己，群吧是一致相符。这个愚者呢和自己相一致，后边加个仨，就是由于，这是原因从句。由于和自己相一致啊，嘎高兴，哎，就是下边译的，你看愚者只要与自己相投就高兴，就是说，傻的人呢，他看到符合自己的什么顺着自己的，他就高兴，哎。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是这个本意是正确的，微妙的，韩老经常就合起来一妙正，就是反正就是真实的、正确的什么，反正就是这类。做名词的时候呢，那个是形容词了。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智者、贤者，哎，就是这个聪明的人，就是高人，哎。贤者呢，人吧是真实，哎，他这译成真理，真实就是真理这一回事，哎，人吧，真实真理。骂了就是说出来真理。也是加个仨。贤者呢，他因为说出真理，由于能说出真理啊，鼓也是高兴，嘎鼓嚷的，嘎鼓嚷全是高兴，哎，也是高兴。你看智者跟傻瓜就不一样，智者是因为什么时候才高兴呢？因为说出真理来的时候，能够找到真理，能够探讨到真理，并不是说谁说自己好就高兴，哎，谁说自己不好就不高兴。人家指出你缺点，帮你找到真理，哎，要衷心感谢，这应该为这个高兴，这是智者。这是格言，也很好理解了，咱们就读一读啊。伦包让堂群贝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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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坦巴等巴骂为古。好，再来一句。打给别亲，打给别亲，打给别亲，打给别亲。我提这个由我，这是主语，我来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给别亲国王的法律。哎，国王的法律，我要做个动作了，做什么呢？国王的法律，国王的法律是什么呢？后边啊，唐给瓦西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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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王的法律啊，和国王的法律怎么着呢？动词是什么呢？给瓦相违。和国王的法律相违背，违反国王的法律，习不定指代词，和国王法律相违背的某种事儿，然后且呢做，且是用的过去式，我如果做了一个，
哪是如果？我如果从最头就到最尾，我如果做一件和国王法律相违背的某一个事儿，哎，不定什么事，反正跟国王法律相违背就行，做那么一点事儿，哎，改变这样事，改变这样事。国王带上居格了，那就是由国王做动作了。国王会做什么动作呢？杀死。两系是可能，可能。我如果做一件跟国王法律相违背的事儿呢，国王就可能会杀死我，就可能会杀死。将就是有一个这个也不是也了，就是就的意思，就是国王就可能杀死我。说的要是说给别再戏啊，好像就这个说的就这个口语嘛，再这样戏，就是国王就可能杀了我。想起这个故事来了吗？就是那个天人呐，那个要死了，结果那个那一长串故事，一个大副长者到那个庙，到那个河旁边一棵大树那儿，人们给修了个庙，说那个树灵，他不是求那个树给他一个儿子，结果那个说你要是不给我就砸了你的庙，然后那个神就跑到天上去求那个北天王，北天王那个没办法求地势没办法找了一个快死的天人让他去投胎，这个人说我不去他那儿，说我要那个从小就出家，他就大副长者，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不让我出家，那个地势就说没关系，到时候我帮你忙。他就这小子长大了就要出家，他爹就不让出家，他就想死，就是说我死了我再投一个胎，我发个愿，就是我发一个愿，就是投到一个那个不穷不富10几岁就能出家的家庭，所以他就死。讲过这个故事没有？有印象了吧？对，然后呢这就是，但是呢死不了，吃了毒药也不死，跳到河里也不死，怎么都死不了。最后他想我自己弄不死自己哈，我如果做一件和国王法律相违背的事儿呢，那国王就能把我杀死了，这可能就死了。结果他就上皇宫里头偷那个衣服，偷了那个王妃洗澡嘛，他偷了衣服就从大门跑，结果让人抓住了，国王就用箭射他，结果那个箭到他那儿呢，拐回来就往国王那射，把国王吓坏了，说你是人还是鬼，还是神还是什么妖？他说我也不是人也不是鬼是吧，我是什么什么大副长者的儿子，我要出家他不让。国王说这好吧，我让你出家，解决了。好，咱们来读一读。打给给别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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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给我是钱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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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再讲戏，给别再讲戏，给别再讲戏，给别再讲戏。下一句。什么你将真得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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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本来是王子，加了一个猫就变成这个公主了，女王子。公主呢，将真得给世尊出有坏，意思是世尊。这个藏文这是意义了。世尊的突接情给，突接情给，突接情给，突接情给。世尊的什么呢？突接，突接是什么？突是新的敬语，新一时的新的敬语。节咱们说过是那个叫人主啊、国王啊，反正主人呐，它实际上还一个意思是那个慈悲。实际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慈悲心，就是慈悲啊，心就是慈悲，不是心就是慈悲，他俩合着出界。世尊的慈悲的，然后勤给，勤是给的过去时，给是句格，由于
其句格就是由于世尊的慈悲的给，咱们上一课学了一个叫给力量是吧？给威力，亲乐叫加持，这他没有那个亲乐不，实际上还是那亲乐不的意思，就是由于世尊慈悲的加持，就是给他这个威力，给他力量。这个公主啊，由于世尊慈悲的加持，怎么办呢？哈摩汤扎瓦尔，哈摩汤扎瓦尔，哈摩汤扎瓦尔，哈摩汤扎瓦尔。哈是天人神仙，摩是女的天女，唐和天女，和天女动词在后边，和天女怎么着呢？扎瓦相像相似，像天女一样，就像天女一样。后边桑星这边丢的，桑星这边丢的，桑星这边丢的，桑星这边丢的。桑好，质量好，这个本质好，这个很多好了，很多方面的好，和贼就是漂亮美丽，这个所以它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质量好，你比如说这个肉的质量啊，又嫩又细，这个贼呢就是指外形美丽，外形漂亮。狗斗变化的过去时变成了，然后前边是一个然，就是拉丁，就是集体业格，变成什么？主语变成了宾语，公主变成了像天仙一样，这个又好又美，的，变成了又好又美丽，多咱们前面刚学过，它是句尾词，本来是重复最后一个字。这 give 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在古藏语里头是塔扎，是塔，它就动，好，这个故事也想起来了吧？那个国王的公主丑得不得了，给他建了7重门的宫殿，关起来不让他出来，结果后来他忏悔求佛，结果佛去了，看到佛，结果都变好了。好，咱们读一遍啊。什么呢？将咱带给土界情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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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摩汤扎瓦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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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星这边丢多。桑星这边丢多。桑星这边丢多，桑星这边丢多。你看他这译的加了一个世尊的慈悲力，他本来那个勤乐是给力量哈，他这没有这个乐不，但是他呢就是等于是简化说法，勤还是给力量，还是力量。下边有一句文法的解释说。修饰含有具有意义的动词，就是具有带有什么？有什么呢？有2个，一个是借，胆，这2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具有带有什么，协同带着，就是附属的，就是我拿着我带着，就是附属意义的，谁具有什么那个意义。表与动作相伴随的人事物或现象，就是有一个主体跟他相伴随，他带着，他附属，属于他，跟着他这样的东西。咱们来看啊，这被普目，美丽的女儿，这个。现在这个文成公主这个主要的这个词啊，在这个句子没出现，他前头一直在说，肯定说文成公主怎么着。现在呢，这个普目不是指文成公主，这是这个咱们来看啊，美丽的姑娘，这个地方就不是女儿了，普目就是姑娘，美丽的姑娘。然后啊，你修扎爱块儿。你修扎爱块儿，你修扎爱块儿，你修扎爱块儿。你是20，修是10，
就是当10讲，你修就是20。扎本来是根儿，就是以这个20为根本为基础，还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多一点，多多少呢？多5，就是20有5，20的基础上还多个5，还加个5，哎，这个20有5，25这25啊，它是谁啊？是朴木的这个数量助词，哎，就是朴木姑娘25，就是说25个姑娘，这是形容朴木的，就是它的形容词不是一般在后面吗？哎，它来形容说这个姑娘们呢，一共是25个，25个美丽的姑娘的，哎，这整个这个25个美丽的姑娘的什么呢？坤儿是什么呢？坤儿这个最基本含义就是转圈，哎，转圈它引出什么意思来呢？就是这个围绕随从眷属，你这转圈就是你的眷属嘛，哎，随从眷属，这个就随从吧，咱们现在用这个佛经用眷属比较多，咱们现在用随从比较多，就是25个美丽的姑娘的眷属，就是说文成公主走的时候呢，带着25个美丽的姑娘做眷属，做随从。这阔儿下这个地方就是随从，后边啊，躺借吧，借就是具有，带着，哎，协同，这就是带着什么呢？带着东西，带着那个东西就要躺，具有什么就要躺，具有什么呢？他带着25个美丽的姑娘的眷属，哎，带着这些随从，就是这意思。下边啊，让给达拉亲呢，让给达拉亲让是自己，两个合起来就是自己什么呢？就是各就是各自，就跟那个人一样，哎，自己自高自，他自己，各个干什么呢？各个的马，哎，各个的马，各个的马，拉是象的马，骑就是骑的敬语，哎，骑的敬语，你看骑跟那个骑一发音很相像，好记，哎，骑不就是骑的敬语？来之后说骑上各自的马之后，哎，拉也可以往这个东西上，也可以进到这个东西里。现在你就不能进马里了，就是上马上了。各个骑到马上，骑到各个的马上之后，怎么样呢？也用轮别错，哦，这个轮包的包，加一个那个哪若，这个是印丢了。轮包，也用轮别错，也是父亲的敬语，用是母亲的敬语，父王跟母王，哎，父母呢，后边是轮包是大臣，注意这个轮包跟那个傻子的轮包区别一下，傻子的轮包在左边这个第6句开头，傻子的轮包是什么呢？是写不就，是吧？这个大臣的轮包是哪若，哎，这个区别你这样一对照就清楚了。在上边飞扬跋扈跟这个大鹰鲲鹏展翅，哎，这是大臣。到下边我在下边这个那是笨蛋，哎，对，底下是笨蛋，哎，发音都一样。说父母，然后呢是大臣的错就是门，大臣门，大臣不是一个，大臣门。躺借呗，这个注意，这个躺借吧一定是谁具有谁，要分清关系怎么分呢？这个躺前头是被具有的，就是论别错，大臣们是被带的，被具有的，被带着的，被协同的。这个有用是主要的，父
和就是协同大臣们，就好像前边那个样，前边是公主没出现，主语没出现，光堂借吧，就是公主带着25个美丽的姑娘，这个这儿呢是父母，所以你把这个词儿呢分清，父母呢和一些大臣，然后他们呢加了一个仨，就是句格，他们要做动作。父母和这些大臣做什么动作呢？叫接通且，接通且，接是送行，就是实际上就是送呢可以送东西，送东西就是运输，就是遣送，反正运输这都在这儿呢就成了送他这个女儿了，送。通是长短的短，就是送呢短送，就是没长送，就是文成公主要这个往西藏嫁出去了，父王带着一些大臣呢短送，且是做，就是做了，或者是这地方也可以当那个就是时间这个状语，就是说时间助词，就是送了，短短的送了一程，送了一段路，就这意思。这是这个唐王送这个文成公主进藏，好，这个意思就都明白了，咱们读一读啊。这辈父母你修藏的科儿，这辈父母你修藏的科儿，这辈父母你修藏的科儿堂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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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打了气呢，让给打了气呢，让给打了气呢，让给打了气呢。也用临别错堂借呗，也用临别错堂借吧，也用临别错堂借呗，也用临别错堂借呗。给通且，给通且，给通且，给通且。好，还剩3句。第10句啊，说打给菩提，打给菩提，打给菩提，打给菩提。我的这个儿子，允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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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是以前，允是以前，切呢就是一个这个跟着表示时间段的一个这么一个词。允切就是从前，以前，现在往前，允切。说以前呢，总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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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微笑，含笑，微笑含笑，这是一个意思。再一个意思是和睦闭口，把眼睛闭上，把口闭上，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就用的微笑的意思。女是跟那个前边的意思完全一样，也是微笑含笑，就带笑，微笑含笑，两个全是微笑，两个合起来还是微笑。说这个微笑的，这是一个状语，就是微笑这微笑，这个微笑的干什么？后边是东堂借呗，东堂借呗，东堂借呗，东堂借呗。这个懂是什么意思呢？是光泽，就是这个，比如说脸上有放光，脸上有光泽，光彩，这个就是这种很精神，光泽，这就是指脸上的光泽了。堂借吧就是带着光泽，带有光泽，具有光泽，就是我的这个儿子呀，以前是面带微笑，脸上有光泽，就是很精神了。下边当谁呢？当谁呢？当谁呢？
当塞尔呢？大们是话，塞日说话，就是我的这个儿子以前呐，都是带着笑，脸上很有光泽的说话。哎，拿这个拿呢，不是这个假设，也不是在，这就是一个语气上，就是说，就这样，大家可以体会。哎，就是说我儿子，你要是硬说用如果呢，也能说通。说如果说我的这个儿子以前呢，他说话总是带着笑，脸上很有光泽。那现在呢，硬这么理解也可以，但是他这个不是强调如果的意思，因为这前边就是这个情况，说我儿子以前都是那样。他记期，现在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怎么着呢？打给菩提，我的这个儿子，跟上边完全一样。云切唐敏扎瓦尔，云切以前和以前不一样了。扎瓦不是相似像以前一样吗？敏扎，就是不一样，跟以前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为什么我的这个儿子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样不一样呢？我祖那娘，我是脸，祖还是前边那个就是含笑微笑，那是黑色的。这个虽然是还是用的这个祖，但是它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强调他那个含笑的，就是说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那黑着脸，这也是跟汉语这个那个表达方式是一致的。黑着脸就是整个绷着个脸儿，不高兴了，要么就是心想，这就是母亲在那心想。你看一开始译的时候先译心想，母亲心想，也许父亲啊，我的这儿子什么意思都比较明白了啊，咱们就读一读。大概没什么，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你们就提出来问啊。我们来读一读啊。打给菩提云切尼，打给菩提云切尼，祖女的东堂戒拜，祖女的东堂戒拜，当塞尔纳，他记起日打给菩提，云切唐敏扎瓦尔，我祖母那娘，下班。陪诺尔堂仁波切堂，那个什么现在不知道，后边就知道了。那个人怎么着呢？诺尔是财富，这个他这儿呢连着用了几个财富，3个都是财富，所以他就翻的时候就不能财富，就得各有特点。这个诺尔啊强调物资，强调这个东西，诺尔，所以呢它译成物资，物质的东西。诺尔有很多财产吧，诺尔财产。仁波切呢强调是珍宝，就是什么珍珠玛瑙啊，什么金银，什么这个珍宝，这些宝物，仁波切强调是珍宝。然后后边龙卷蟒包唐丹巴日丢儿，
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咱们说过这个就是财富，哎，雀是这个龙雀动词是享用享受，名词就是财富，哎，它这个财富啊包含的意义，这个包括那个就是权利啊，享用那个比较广，享用嘛，享用只要你像有很多眷属围绕，这都属于享用，也属于财富，所以它这个就要广泛一些。说糖，这个龙雀还弄了一个蟒包，就是很多的财富，糖连着3个糖砧吧什么的就具有什么呢？具有这3种东西，具有财物珍宝，还有财富，很多财富具有。然后呢，比如变成了过去时嘛，变成了，就是说他变成了一个有很多财富的人，就是这样糖砧八，这个八就变成了名词，就是指人的意思了，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也很简单了，咱们读一遍啊。给努尔堂仁波切堂，给努尔堂仁波切堂，给努尔堂仁波切堂，给努尔堂仁波切堂。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龙雀蟒包糖砧把根儿。最后一句，这有一个说明，说修饰戒然的状语中的糖也可以用拉类助词代替，意思不变，就是说戒然是带有的意思，带有什么就糖什么，也可以糖什么，也可以加个拉丁，哎，加个拉，拉有很多变种了，哎，也可以加个拉。咱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啊，也是带有什么东西的意思。给包提军猫，给包提军猫，给包提军猫，给包提军猫。给包这是国王，他的军猫是这个王妃，哎，皇后。他后边翻的是后妃，后妃呢就是皇后，那就是皇妃子里头的皇后，实际上就是那个就是皇后，是不是啊？后妃应该是。军猫应该是主妻，这个就主要的。国王他的这个后妃，他的实际上就是他的皇后，他的这个老婆。然后他的老婆怎么样呢？是唐坡章给赖苏戒乃，唐坡章给赖苏戒乃，唐坡章给赖苏戒乃，唐坡章给赖苏戒乃。唐就是和他的皇后了。后边呢，坡章是宫殿，宫殿的赖是什么呢？赖就是侍从眷属，赖就是侍从眷属。但是有时候呢，他专门指这个皇后的侍从眷属，赖啊，有时候就专门指是一个皇后的侍从眷属，一般他就是侍从眷属。这儿呢是说，坡章给赖就是宫殿的侍从，实际上就宫女，就是宫女。他这个地方就是指皇后的侍从，所以这就是宫女，然后呢，它不是躺戒吧，是素戒，就是这个躺可以用拉丁代替。素戒呢也是具有，你不管它是素还是躺，反正就是具有前头那个，或者带有前面的，带着宫女。谁带着宫女啊？那个军猫带着宫女，军猫带着宫女，或者是呢国王带着，注意啊，或者拿国王带着谁呢？带着军猫和宫女也可以，是吧？这个谁，军猫和宫女之间这个堂啊，就成了一个连词，就是和，就成了和。皇后和宫女
都被国王带着。这样的话，国王素戒内，国王带着皇后和宫女。那这儿呢，就不是以后了，就是这带着国王带着他们。这个那就是有点不是以后，就是正在，就是带上他们以后，也可以那样说，他带上宫女往外走，带上之后走，实际上就带着他们走，不要强调他那个后，就是强调正在带着，那就带着宫女皇后和宫女干什么呢？给灭才给七月度谢所，给灭才给七月度谢所，给灭才给七月度谢所，给灭才给七月度谢所。给灭才就是花园，前面这个讲过，花园的七月度对面，花园的对面外面，就是不在花园，跟花园相对的地方，花园的外边，花园对面，七月度七，咱们说了，也可以对面，也可以外面，七，那就是到花园的外边。谢是什么呢？是来去走的敬语。走，它呢不强调方向，来回走，来也可以用这个词，去也可以用这个词，不强调方向，就是走，就是移动，是这个敬语。如来就是这个裴心谢吧，裴心就是如像，谢吧就是来，如来，如来也可以译如去，一样，所以这个呢，他就是说去了，就不是来的意思。这个他不强调这个方向。咱们看这边他译的那个词叫国王携带着他的后妃和宫廷才女等到花园外面去了。咱们翻回来这个等，注意啊，这个等是哪来的呢？就是这个素戒，就是躺戒吧呀。躺戒吧一般是具有前边的那个，有时候的躺戒吧它本身就有等的意思，就是等等，一个省略句。戒本身也有等的意思。好，这样的话就全部完了，咱们来读一遍。翻回149页来。爱其能给论报撇棒南，爱其能给论报撇棒南，我给报松赞干报，我给报松赞干报，唐杰瓦尔跌倒，唐杰瓦尔跌倒，塞都翁给，塞都翁给，我唐拆巴尔跌呢，我唐拆巴尔跌呢，他把见热西啦，雪瓦托吉，他把见热西啦，雪瓦托吉，我唐拆巴唐开没到，我唐拆巴唐开没到。三女来巴尔修那样，三女来巴尔修那样，每趟拆那沙瓦尔给儿，每趟拆那沙瓦尔给儿，大意破败强压给，大意破败强压给，您把所堂拆拉的，您把所堂拆拉的，让丁把戏主把一，让君把戏主把一，米汤卓巴尔苏一女，米汤卓巴尔苏一女，对汤摘白加千那，对汤摘白加千那，可能多一人巴尔些，可能多一人巴尔些，轮包让汤群白嘎。云波让堂群白嘎，坦巴等白马外谷，坦巴等白马外谷，大概改变亲，大概改变亲，唐改瓦西前了，唐改瓦西前了，改变三江西，改变三江西，什么呢？将咱带给普及亲给。
这么你就在这给普及听给哈毛汤扎瓦儿，哈摩汤扎瓦尔上行这边儿给到，上行这边儿给到。这边父母你修扎爱块儿堂结吧，这边父母你修扎爱块儿堂结吧，让给打了气呢，让给打了气呢，也用临别错堂结呗，也不有临别错堂结呗，给通切，给通钱，打给铺地运钱呢，打给不敌运钱，中女的东堂结呗，祝你给东堂结呗，当时呢，当时上。他机器人打给铺地，他机器打给不敌，运钱堂民扎瓦儿，民切堂民扎瓦尔，我做那样。我做那样。他诺尔堂人保切堂，他诺尔堂人保切堂，龙爵芒宝堂单板边儿，龙爵芒宝堂单板边儿，给宝推军毛堂，给宝推军毛堂，破张给来苏见来，破张给来苏见来，给面才给七月度写作。给我才给7月度写作。好。